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我真是唔知影你甲伊明妃，若无我绝对袂阁甲伊见面的。你叫安怎冷静？你莫甲我加好势，我甲你讲，你免就是你即摆赢，你永远就赢。咱试看卖，我一定爱明妃倒来我身躯边。丽玲，丽玲，你莫安尼好不好？丽玲。你听我讲，你老伤我啦！你搁要甲谁声？你闪！你走！丽玲，你莫走啊你啊！丽玲，你听我。丽玲，你要等？干嘛？见我甲这袂样无要紧，我来找你个咯！丽玲，丽玲。你看这桩代志要安怎做才好啦？要安怎做？手心嘛是嘛，手倒也是嘛。我敢袂当因两个姊妹中间任何一个去受到委屈，还是伤心失望。天公伯算真啊出落，真无简单，这个家庭才平静落来呢。啊，两个姊妹同齐去爱着一个查某人，这我哪有法度？叫先来嘛无法嘞。我看吼，你如果是将丽玲带先找回来较好啦，啊无伊一个查某囡仔伫外口，你嘛袂放心。但你也毋是毋知伊迄种个性，遐尔啊倔强，毋多讲话去忤逆着你，代志是毋是愈来愈严重？李慧啊，妈妈叫你放弃明妃，
你会感觉妈妈伤过分袂？理会啊，妈妈叫你安尼做，实在你生活来是足艰苦。我叫你放弃明辉，毋是为着我家己咧设想的，是因为丽玲。以后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了解妈妈的苦心。妈，莫阁再讲啊！我知影丽玲嫁伊明辉了后，我就知影我应该安怎做。因两个人，不管是外表、学问、家世，拢真适配。那我无甲报哪会跟丽玲比的嘛？拢是妈妈唔好，一日到晚咧破病，害你高中都无法度通我毕业，是妈妈耽误你的前途。妈，你莫安尼讲啦！只要你若身体健康，我收读书这拢袂要紧。妈，过去的代志，咱以后拢莫提起也好。你要甲我分开，为什么咧？咱毋是已经讲好要斗阵为咱的将来打拼，你看又搁变卦咧？请你原谅我，我就是无法度搁甲你做伙。我拜托你将我放互袂记啊好。为什么？上无你嘛爱互我一个理由，就算一个人做毋对，被人杀出去抬头，是毋是伊嘛有知影判官的权利？你莫问我，我啥物拢袂甲你讲。丽玲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你爱好好对待伊。我会祝福你两个。你的想法伤过天真啦！李慧，敢讲你叫我莫爱你，我第一当莫爱你。你叫我去爱丽玲，我第一当无顾咱遮尔多年的感情去爱伊吼。爱情若是真正会当替换，安尼就毋是真正的爱情啦。李慧，你明明知影丽玲对你的感情有偌深，你若忍心伤害伊、拒绝伊咧？丽玲，伊才是真正适合你的查某囡仔。伊学问好，人生阁水，无亲像我，啥物拢对伊袂着。我都甲你讲过，我都无咧计较你是毋是有读大学，我嘛袂计较你生的是水还是歹。美惠，我爱的是你的人，你的心，你答应我，莫阁甲我提起分开的代志，好唔好？李慧，你答应也好，唔答应也好，惠弟，我以后袂阁再甲你见面啊！你家己好好保重。美惠。咖啡呢？爸，恁阿姨若出院转去尔，你著使性地搬出去。你啊20外岁啊呢，要遐囡仔性，爸爸实在毋知要安怎甲你讲。你啥物都免讲啦，反正你目睭内我做啥物都毋对，算我幼稚，我对不起恁好无？恁若无想看觅，我先来变甲安尼，我先来卡袂着离家出走，还是我20几年的厝呢，我敢甘离开是无？莫讲这，但是过去就算。要安怎煞？代志永远都袂煞。啊无你是想要安怎？找美有个决斗，拼一个死活。互人笑讲恁两个姊妹为着一个查某人，拼甲袂死袂活，安尼你才会感觉？爸，我囝找你出来，毋是要甲你讲伊的啦。你会使先叫我20万无？借你20万，丽玲，你摕遐侪钱要创啥？昨我伫报纸看到一间小别墅要出租，环境袂歹，啊，一般我田厝头计约好啊，要去签约。另外买寡电器用品，20万应该有够啊。你要搬出去？厝内面住好好，是安怎要搬出？你毋是讲我囡仔先带甲伊动，啥物代志都毋捌？啊，我想要搬出去，试看觅独立生活是啥物滋味啊？我毋答应。自细汉你就安娇生惯养，毋捌食过啥物苦。爸爸袂放心你这样住外口。你无我试看觅咧，你也知影讲我袂当食苦。我做想要一人住外口。爸，
着互我试看卖好无？玲啊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我阁拜托你答应我一件代志。有什么代志？我是不准你乱来。你先听我讲嘛。我想要去你公司上班。啊？你要来爸爸公司上班？啊，较早你毋是嫌讲上班伤过无聊，搁安怎讲你都毋肯来爸爸公司斗相？我想要找代志做，较免规工甲毋乌白乱想。搁再讲哦，我伫后续建筑的啊，去恁公司会使加学淡薄仔物件，搁会使分担你的工课，安尼你就较有时间去陪阿姨啊，对无？爸，这几工哦，我想真济。较早我认为讲，查某囡仔只要有美满的爱情甲归属，安尼就会赢。啊，毋过经过明辉这件代志了后，我过想法拢无共啊。想讲查某人一定要靠查某人，想讲查某人袂使有家己的事业。我要向所有人证明，讲我吴丽玲，毋是干那会晓伸手讨钱、开水食饭的千金小姐。爸，无定定以后，人会学了你的查某囝是一个女强人哦。你惊讲这话，爸爸真欢喜。想袂到我这个宝贝查某囝爱这么大代志。好，爸爸答应，爸爸什么拢答应。尾兄弟，无论安怎讲，我是袂答应互你搬出。妈，我若是要搬出去，丽玲是绝对袂转来的。伊对我的怨恨甲无谅解，你是亲目睭看的啊。只要我若搬出去，这间厝才会当恢复到以前的平静甲快乐啊。啊，毋过恁后戚为着丽玲走出去代志，已经足伤心啊。啊，你即马搁话要搬出去，伊敢毋是搁较艰苦？你以后上够体谅啦，你哪会无去替恁后戚小心一下？你是不是为着妈妈叫你离开明辉，你心肝内无欢喜，去挑故意安尼讲？我不准你了，你去搬出去的代志。哎，头家，你转来啊？阿快无看丽玲小姐今日做伙转来咧？阿辉，啊，等下你把你的物件小款款，先带去小姐的房间看需要用的物件拢嘛款起，我再带你来伊住的所在。哦，安尼啊，可能这样，我就是来看咧。去啊！那你是要变啥人啊？你来叫阿辉啊，甲丽玲做伙住？丽玲就讲要试看家己住外口的厝边生做啥款，我毋知答应伊外口租厝，我所以袂放心伊家己伫外口，拄则毋知叫阿辉啊，讲物件款款的搬去甲伊住做伙。以为啊，拄则丽玲甲我讲真，讲伊厝后袂搁再甲你争争面，伊要全心全力伫这事业上来奋斗，讲以后要做啥物女强人。想袂到突然间做这种变化，实在真互人唔相信。后姐，安尼唔好啦，丽玲一个人住伫外口，啊，我甲阮妈妈住伫遮，安尼互人讲闲话。你吵吵人安怎伫咧讲？非伫咱知影代志是安怎就好啊。搁再讲丽玲厝后是伫咱家己的公司伫咧上班，我逐工会当看到伊，这哪有啥物通好担心？李慧啊，敢毋是搬去你后厝遐？啊，搁再来我遮是要创啥？天子啊，我是想讲哦，搁转来你遮甲你斗相共。哎，别，我家来就好吼。你搁要转来甲我斗相共？哎，是安怎你动动的千金大小姐无要做？啊，当晚走来我遮甲我做杂车啊？哦，我知。搁有啥物人甲你欺负是？不要紧，你做你甲阿兄讲，阿兄一定替你讨回一个公道。遮无人甲我欺负咧，我是伫咧厝伤闲，想要找代志做，安尼嘛用顺便甲伊斗相共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嘛好。毋对呢，李慧啊，我搁较安怎想吼，你还是紧转去照顾阿母嘛。你也知影的，你即摆身份无共啊。你莫妄讲，我这小妹啊，连一点仔人情世事拢有捌，紧转啦，有影无？天子啊！李慧，你真是伫遮？
阿毋拢讲你无一个，你是毋是在骗我？我唔对，是我爱妈妈安尼讲。哦，我知，两个又搁冤家啊吼。哎，无啊，李贵啊，你到底什么所在又搁得罪阮美惠哈？哎，你要顶去甲伊做一实的，讲你要唔敢，去啦，搁。天祖啊，你莫搁管这件代志啊吼，我甲伊已经结束啊，我更加无想要见到这个人。美惠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总是爱我一个理由啊！美惠，美惠，美惠，美惠。啊，讲安尼啦，唔来连个钱也无爱来，啊要走，两个出去走。我看好艰苦啊，我今日搁爱一个人，搁较受到。美惠，敢讲咱两个这么深的感情，真正安尼就煞去啊？我唔相信，这是你的本意。除非你亲嘴甲我讲，你已经无搁再爱我。美惠，你看我的目睭，你甲我讲，你无想过去见我？你讲啊！美惠，美惠，咱莫搁再提起分开这两字好唔好？这世人无人会当甲咱拆分开，任何人都袂用进。美惠，你莫管，你听我一话讲好啊。你若是搁向前是脚步，我随离开这。好，好啦，我莫叮当，我啥物都听你的，只要你莫搁提起分开，好唔好？我求你将我放袂记。我妈妈这么容易才找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归宿，我无因为你我家己一个人的快乐，互伊后一也搁有内人痛苦。你唔甘互因痛苦，你着忍心看我痛苦，看我伤心嘛？美惠，你安尼讲敢有公平？你讲啊！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，这是我唯一会当选择的路。美惠，就算咱两个若是有缘，莫讲是5年，就算是10年，咱可能会当见面，你讲对吗？美惠，就咱大家分手，我永远会记得，咱有一份世界上第一真。上第水的感情。结果面还未食着，就叫老大压伫遐咧洗碗。无你小碗干啥啊？来我遮甲我倒洗无几粒碗尔，我无爱传遮尔大碗面，搁加2粒卤蛋，互你好过。遮尔好口味，你要倒吹啊？歹势，多谢哦。美惠啊，是安怎？美惠也是无要插你哦。敢是为着另外迄查某囡仔的代志哈？唉，你吼应该啦，家己吹啦。像哥你要双脚踏双船，即马知影艰苦啊吼？你土啊？无看你讲话吼，米啊好高，人搁一只。好啦，莫扭啦。真好啊！好啦。咱即马无人客，我啉2杯啊。唉，这失恋的滋味啊，我上了解。啊，失恋吼，上好的方法呢，就是啉互伊水茫茫，等喺厝诶，好好困者，好好哭者，都啥物代志拢无啊。啊，啉烧酒哦，那我嘛。靠腰啊，你哪人缀人啉什么烧酒啊？我是哪人？我是美惠啊，大汉的同学咧，啊，小伊用啉，我袂用啉。啊，人朋友去失恋啊，当然嘛要借酒解愁啊。啊，你咧，你有啥物理由哈？我朋友失恋，我陪啉总会使无？哦，迄初12个啊，无你发啊。
看迄美惠因小妹啊，爱你爱甲遐尼死心哦。你若无想要插伊，想要甲放散，恐惊无遐尼简单哦。哎，对，迄丽玲吼，咧阮校算校花呢，迄当初是吼要对个吼规拄大句的，啊拢无介意，结果偏偏去看介意着明辉啊，无想袂到讲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哈，可怜的高乱花。乱你死人骨头啦，乱，但是你丽玲踮遐咧乱啦。若毋是伊安尼袂继续，甲明辉啊高高甜，啊美惠甲明辉即摆哪着遐尼艰苦？你讲个啥物话？人迄丽玲比美惠也好几啊百倍呢。人因老爸搁开建筑公司，只要若美惠安尼顶一下头吼，将来50时建设公司拢讲伊的咧。啊，啊你真唔食影哈？哦，你甲花景当作是买卖哦，啊，为着迄寡仔钱，就甘愿出卖家己灵魂。我讲你听啊，阮明辉才袂参像你遐尼卑鄙下流。还阁有哦，你莫袂记住哦，迄美惠是缀因老母嫁互丽玲爸爸，迄算起吼，美惠嘛是我家的大小姐呢。还有啦，阮美惠吼温柔、善良、体贴。啊，恁迄校个啥物花啊，敢有这个优点？啥讲无？人伊甲明辉做伙的时阵嘛是温柔体贴，煞来搁比美惠较水，学问搁好，将来吼一定是明辉啊贤内助。这啥的，无话好讲啊吼。讲实在啦，若因两个来徛咧我面头前吼，我选一定选丽玲啦。死囡仔，你当后壁讲啥？什么物啊？哦，你一个讲师尔，咧起家动手拍人，你足无风度的，你知无？怕你是安怎？什么人若敢讲美惠的歹话，我就对什么人无客气啦。啊，啥啦？我美惠啊，我你甲伊讲，你到底介意什么人啊？即我讲啥物拢无重要。你会讲伊无想要甲我见面？啊？